诚至善、温定慈悲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用你的疼吸引阮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谦卑承认阮有罪恶的本性，阮时常受到阮家己的私欲所控制，有真侪软弱，真侪过失。只有你知，阮犯罪，时常离开你的真道，浪费你的恩赐，袂去执你丰盛的慈爱。求你赦免阮，求你怜悯阮。阮为着阮一切过失，心内见笑甲忧愁，恳求你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假使阮厌恶阮家己的错误，洗清去阮一切秘密中间的罪恶，至圣仁爱的父啊，阮恳求你帮助阮，互你的光伫阮的内面充满，互阮会当真心反悔，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的错误，透过你的赦免，互阮更有气力，伫阮人生中间，我靠你来面对所有一切的挑战甲困难。主啊，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服侍你，求你恩赐保守看顾阮。阮特别恳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亲自帮助阮去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我也特别恳求主，你甲今早去服侍正当工3甲2地，阮无论书会、书琴、献诗，也是传讲信息，或者是做圣餐的服侍，主你拢引带阮，互阮手所做的工得到坚固，透过阮手所做的工，互众兄弟姊妹得到祝福，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我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带，互阮清楚看出你的计划，照你的计划去推动，互教会真正成做这个社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祝福。主啊，阮也将阮所听的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保守看顾。阮虽然外在有真侪困难，内部也产生真侪问题，但总是阮确信你的稳定够也万用，会当互阮伫这困境中间去找出出路。也求主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拢会当执行你交代阮的使命，完成你的计划，互万民得到福气，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也将这个混乱的世界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保守、怜悯看顾，互无辜受害的百姓会当得到保守，互邪恶的政权会当得到处罚败坏。求主帮赞，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我要全心感谢你，伫遮的上帝面前，要唱歌学罗你。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主爱甲诚实学罗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要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65首，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会众请坐，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你创造美丽淡水河、平静安稳的观音山，每一片叶啊，拢是主的创造；每一蕊花，拢有主的声音。阮甲150年前信仰宣教的前辈马介牧师，享受同一个奇妙的大自然，也承受同一个信仰宣教的责任。当阮同心伫遮你祈祷的时，主你就听阮，也愿意回应阮。阮伫这宣教当信的心上。看见上帝各样的恩典，这个恩典是无办法拒绝的。
阮因为这白白恩典，阮要伫遮坐心用心灵诚实来感恩敬拜，也互阮看见生命的丰富，甲灵性的自由。最近2年来 ，COVID-19 疫情起起落落，侪变化，互侪人造成身体、事业甲家庭的伤害。这互阮搁一届谦卑伫主你的面前，由主来掌权，求主来医治帮赞，带阮头前要行的路。阮明白这是主要阮深深学习的功课，也互阮安静心，思考主的旨意，也了解生命中上重要的是阮伫地上甲天顶属灵的处地。也求主将你的公平、正义、怜悯、慈爱施落伫有恶战争中受苦的人民，互伤害得到医治，苦难成做祝福，失散的得到团圆，悲伤的得到安慰。互你的和平早日临到，你的疼痛施落伫因的心上。阮伫遮嘛要请主来赦免阮有去互看见、甲稳重的罪行。世间的成功、名声、权势、甲金钱，拢袂使互阮带来心内的喜乐甲平安。因为阮为着家己来夸口，毋知影感谢，偷摕走主你的荣耀，求主赦免阮。也求主赦免阮无顾别人的感受，无够额的怜悯的心，无够额的温群做工服侍。阮安尼去得罪人，嘛得罪着主。求主互阮对人的责备甲宽容，拢应该出伫疼心，才袂造成别人的伤害。现在也求主来医治阮身躯的病痛，安慰阮受伤的心灵。事业、经济、家庭拄着阻挡的，嘛得到主你的帮助甲快乐。阮知影苦难一直拢伫地，破病死亡的阴影也毋捌离开。但是求主，互阮为苦难中学习成长，成做别人的祝福。像拿俄米甲路得同款，即嘛伫清明的假期中间，也求主安慰厝内有失丧家庭的目屎，嘛互阮纪念合适阮家族中信仰前辈的疼。也求主扩展阮相连教会甲阮分堂宣教的境界。互阮成做正教会的帮赞，也互阮的牧长、团契小组甲正信徒有共同的意向，为着阮新的宣教，为着阮新的建堂来合一侍奉。求主圣化今日蔡牧师要传讲的信息，互阮听的甲讲的，拢得到启示甲快乐。阮的祈祷无够呀，阮即马要用主理教是阮的祈祷文来祈祷。
即马咱要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19篇，圣诗后面第29页，启用文第19篇是诗篇95篇，我来启，大家来用。来呀，咱就耶和华唱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第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于伊，也是伊创造的。来呀，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日你若听伊的声，即马会众请起立，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会众请坐。即马圣乐队要引带咱来学老敬拜，因要献的诗是，请佮对我出声吟讲。对我出声。
的上帝。咱即马要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路得记第1章第6到第18节，现代中文译本是310页。路得记第1章第6到第18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共读。拿俄米也住伫摩押的时阵，听讲上主眷顾互伊的百姓，互因有好的修行，特别甲2个新妇离开摩押，返去本地，因做伙起身返去犹大。不过伫路中，拿俄米对2个新妇讲：恁逐人返去逐人的后头厝吧。愿上主用仁慈来对待恁，亲像恁对待我甲已经过身的人同款。愿上主互恁2人有机会佮结婚，拢有归属。所以拿俄米真音来告别2个新妇，就放声大吼，对拿俄米讲：我要甲你返去你本族的人遐去。拿俄米讲：查某囝，恁也是返去吧？为什么要对我走呢？我敢还佫会使生后生来做恁的翁婿吗？返去吧，我的查某囝，走吧。我已经伤老，袂会阁结婚了。就算我还阁有一点5万，会使伫今暝结婚，而且会生后生，恁愿意等因长大吗？恁会使等着无去嫁别人吗？毋通，我的查某囝，这是无可能的。上主处罚我为恁真艰苦。因阁哭起来，奥尼巴真大家甲伊告别，返去伊的后头厝啊。但是路得也是毋甘离开。拿俄米对伊讲：路得，你的阿嫂已经返去伊本族的人遐，甲伊的神明遐去啊。你也对伊返去吧。但是路得讲：请莫叫我离开你，互我甲你同齐去吧。你到倒位，我也到遐；你住倒位，我也住遐。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位，我也死伫遐，埋葬伫遐。除了死，任何代志拢袂会甲咱拆分离。若是我违背咒诅，愿上主重达处罚我。拿俄米看见路得决心要对家己走，就无搁再苦劝阻挡伊了。以上愿上帝祝听伊话，搁照伊话去行的人。今日带牧师要甲咱带来信息，就是大家新妇的疼，拿俄米，大家新妇的疼，拿俄米，请大家恭敬准备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有人讲世间上界困难的工作是老母，但是嘛有人讲是大家更较困难做。但是有人讲吼，伊生的时代实在是真无好的时代吼。讲伊咧做新妇的时阵，新妇上歹做，如今做大家啊，变做大家上歹做吼。毋过，这显出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就是讲大家甲新妇中间确实存在着真特别的关系。这是咱今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要思想的一个问题。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只是要静静听候你的话，
恳求主你亲自通过今仔日的信息，来更新改变阮的意念，也互阮明白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应该爱安怎去做，才会当满足你的心意。求主互阮有会当拍开阮心灵的目睭，去看出你话语的奥秘。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现代家庭中间常常发生真侪问题，比如讲夫妻的问题、大家新妇的问题、父母甲囝儿的问题。咱看见到现代的家庭，真侪家庭拢是产生迄个伦理的特殊错乱，有人安尼拢做一首诗歌咧读讲即马真侪人饲囝变做老爸，娶新妇来做大家，生查某囝别人的，结亲情来冤家。为什么安尼？就是因为无用正确的关系彼此相款待，造成真侪问题。特别是大家新妇的关系，一直困扰真侪家庭。其实咱小孩是真简单，因为原本是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因为婚约来结成做亲家一家人。毋管到底生活无，总是因为价值观对生活的态度无同款，产生大小小的问题。一旦有这款的问题产生，受害的就是整个的家庭。大家新妇的问题一直存在。咱若拍开电视其实咱上爱看的就是这个节目啦。拢咧说明讲这个关系实在真困难经营。特别是咱台湾人的家庭真奇怪迄妈妈甲太太拢会同时跋落水内底。台湾的查甫囡仔大概对细汉到大汉拢会去问一个问题，讲妈妈甲太太跋落水内底，你要先救啥物人？实在是真头疼。大家新妇的关系确实是真困难经营。这问题的根源是甚物？就是因为疼。不管是无疼，还是疼了无够，还是疼了毋对，拢会产生问题。所以咱今仔要对今仔所读的故事来学习。但是虽然咱是咧讲大家新妇中间的疼，咱嘛当应用伫其他的所在，朋友的疼、爸囝的疼，拢会当应用。今仔日的故事的人物叫做拿俄米。拿俄米是记载伫即个《路得记》的一本册。首先，咱来看这本册的所记载故事，其实是发生伫以色列人历史中间的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大概是伫主前1380年到主前1050年中间，就是伫约书亚的统治结束了，一直到因王国形成、扫罗做王中间的这个年代。咱英过捌提过，只要提到士师的这个时代，表示这是一个真混乱的世代。伫迄个世代，一些人的百姓心中已经无上帝，已经离开上帝，违背上帝的心意，所以社会道德丧失。咱若看士师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写讲迄个时期，以色列也无君王，人人趁家己的意思行事。所以咱知影，每一人拢照家己的意思去行，都是无特殊嘛。这是真放纵的一个时代。咱想嘛知伫迄个时代中间，会发生真侪无公义的代志，真侪弱势者会受到忽略。路得记所记载的故事，就是发生伫即个混乱的时代中间。但是这故事中间，咱看出，伫这混乱的时代中间，人为着家己的时代，竟然有这充满疼的故事。所以，咱要透过这个故事来思想一寡关系疼的课题。路得记是记载一个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的家长叫做以利米勒，伊原本是住伫犹大的伯利恒，但是当地发生了饥荒，所以不得不带伊的某拿俄米甲两个囝，
迁徙到外邦人所徛起的摩押地这个所在。其实这款的情形伫每一个时代拢真普遍。那这个所在歹讨趁，咱就离开故乡去别位讨生活。所以因一家人就对犹大迁徙到摩押国。摩押大概离犹大大概80公里。若看创世纪19章，咱就知影讲摩押这个民众是亚伯拉罕的孙仔罗德甲伊的查某囝乱伦生落来的囝的后的。所以伫以色列人的眼中看因即群的族群是无清气的。所以伫律法中间特别规定讲，摩押人袂当进入上帝圣所参与聚会。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以利米勒可能原本的想法是讲，我暂时去住伫摩押地，过一站，等金远过了，我就搬转去。但是却无想到讲，家己客死他乡，拢死伫摩押地。拿俄米只好继续留踮伫摩押，甲伊两个囝马伦甲基连，带当地的女主俄利巴甲罗德，一家人就伫遮定居落来。无想到世事多变，差不多过10年了后，伊两个囝嘛死去。只留落一家2代3个寡妇。所以咱看到这个家族的苦难，真正感受到世间的无常。原本的以利米勒是讲会当刷到这个摩押地，会当互伊家族会当延续落去。结果命运创治，家破人亡。伫乱世中间，人的生存实在是无保障实在真可怜，也真无奈。这3个软弱的妇人人，伊安怎去面对这么大的人生的打击？免得行出一条活路。咱继续来看，面对这款的情形拿俄米只好四界去找出路。结果就是咱今仔所读的经文第6节开始，伊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眷顾伊的故乡的百姓，互伊的故乡得到大丰收。听这个消息了，伊就想讲，咱有一句话讲，人不亲土亲嘛，我赶紧回去我的故乡，至少有一寡至亲朋友会当互我挖靠。总是共民族的人会当互相帮衬，无3个女子住伫迄个外邦的所在，总是会去互欺负所以伊就决定要带2个新妇回去伊的故乡。但是行到一半的时阵拿俄米突然间想到一件代志，伊就改变伊的主意因为伊想讲，伊2个新妇是摩押人摩押人这对以色列人来看是无清气的人，因将来要住伫以色列地这真正真艰苦所以伊就中途就改变主意，伊就对伊两个新妇讲，恁各自回去家己后头厝愿上帝好好款待恁，互恁2个人有机会搁再结婚，拢有归属。就急要赶因2个回去，这2个新妇毋甘即个大家啦所以2个新妇拢放声大哭。对拿俄米讲，无，我要甲你做伙回去恁本族遐。但是最后这俄尼巴的这大嫂伊嘛做决定讲接受大家的苦劝离开伊想讲，伊家己嘛想讲伊家己嘛是软弱的人。若万一回去遐，增加伊大家的负担所以不如回去家己的后头厝就回去家己的故乡摩押。但是这细汉新妇罗德也是毋甘离开。拿俄米看到罗德这么坚决要对家己走所以就无搁再主动伊，就带伊做伙回去故乡。展开新的生活咱今日看第1章啦大家回去若有时间咱就第1章一直看到第4章咱看这是一个真水的故事咱看第1章遮，咱就做伙来想
即两个大家新妇吼，因中间安怎去互相迄种关系是安怎去营造的吼？首先吼，咱看去即对大家新妇吼，因中间的疼吼，迄真的疼吼，是吼已经超越过血缘的关系。吼，咱看到那尔米对两个新妇实在是真疼痛。而且咱看到一个典范，因大家新妇中间的疼是彼此回应的，就是讲那尔米伊会去关心两个新妇的未来。伊知影讲，摩押人伫以色列人中间要生存真困难，哦，是受人摆脱的。啊，两个新妇对伊等于徛伫伊的立场，当然好啊，我有两个人来侍奉。但是，那徛伫即两个新妇的立场来看，即两个新妇当去以色列地吼是无前途的、无未来的。假使当去伊的后头厝，我去家己的娘家，啊无就搁嫁人吼，展开新的生活。啊，若对伊吼，真正点仔未来嘛无。这是即个哈尔米会替两个新妇去设想。啊，即两个新妇嘛用上管的疼来回应伊的大家。即两位新妇无因为啊，丈夫已经死啊，大官已经死啊，啊，就欺负大家，反倒当是用疼甲大家作为生活，作为彼此扶持。咱还会注意哦，那尔米即个中间吼，伊穿落着做啥？做伊的查某囝。哦，人讲吼，大家新妇吼有4层啦吼。有诶是那亲像冤家对敌诶吼，这是上歹。啊，第二就是哦，相敬如宾，那亲像人客吼。啊，这是第3项。啊，第2项就是哦，做朋友，哦，两个人真好诶朋友吼。啊，上界亲密诶就是讲将大家将新妇当做家己诶查某囝，所以伊穿伊诶新妇做家己诶查某囝，显出伊诶疼。因中间已经超过迄个血缘诶疼。那亲像家己生的查某囝同款，啊，虽然对安尼，咱知影吼，无需要甲大家分享2点。第一点就是讲吼，拄则已经有讲过，因拢会徛伫对方的立场去替对方设想。哦，咱看见那尔米甲罗德因中间的情感已经超越过大家甲新妇的关系，甚至比老母甲查某囝更加亲密。上界重要的关键就是讲，因拢会徛伫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去设想。那尔米为着罗德的未来来想，哦，咱若继续看咧，咱发觉讲，哦，伊就用心计较，替罗德安排上界好的归宿，互伊会当得到人的照顾。啊，罗德对那尔米嘛是用疼来回报伊，用疼心来对待伊的大家，顺服伊、孝敬伊。伊知影讲，伊万一离开吼，伊大家就一无所有啊！所以因两个人就是拢徛伫对方的立场咧想这个代志。啊，所以要解决厝内底的人际关系吼，真正就是讲，咱来徛踮伫对方的立场去想。咱每一工吼，其实拢伫咱甲人的关系中间咧野种子。你今仔若野的是好的种子，你将来你就收好的果实。啊，你若野歹的种子吼，也一寡苦毒啦、怨恨啦、纷争啦，啊，这种子也伫你甲别人的关系中间，无论啥物款关系，你将来你就收歹的果子。所以吼，咱若徛踮伫对方的立场，咱好亲像咧野迄个好种子相款，将来就会收成好的结果。我捌认捌一对大家新妇吼，两个人拢真好的人吼。拢对待人真好人，但是有一遍听伊讲两个人发生一寡争执啊，啊，其实后来听起来是一件小可代志吼。啊，这代志是安尼讲，有一天吼，因住无共款的所在吼，啊，有一天这大家就想囝想孙啊吼，就想要去来因看卖吼，看因生活了安怎吼。啊，因为无事先联络了无做好吼，无来通知啦。啊！伊到的时阵吼，拄啊是因咧食暗顿的时阵，吼暗顿食要煞。啊，这个时阵吼，新妇可能上过紧张啦，吼。
就讲吼，妈妈，你要来，你嘛通知一下吼，我无准备你的饭啊吼。吼，其实是本来要讲，我赶紧要去赶紧买一个物件来互你食吼。即句话还未讲出来时，哇，大家听到了就生气啊吼。讲我是来看孙的，毋是来看你的吼，我毋是来食饭的啦吼，我倒毋是去食吼，我毋免食，我都去互你去饱吼。两个人就开始冲突啦吼，即声就袂煞吼。其实吼，咱知影吼，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心好无人知啊吼，嘴歹同人知。一讲出去的话吼，哇，即声就两个人就袂煞吼。好佳哉到尾有金孙出现啦吼，金孙出现来调解吼。其实即件代志足简单的，你若讲大家会当徛伫新妇的立场去想，新妇当下班尔，来看规内底。规厝内底人的饭吼，看着你真紧张，拢无意中讲出即句话，你徛踮伫个立场去想，你就较袂遐尼艰苦吼。新妇呢，咱徛踮伫大家的角度来看，讲大家都上孙上囝，要来看卖，嘛是好意吼。只是来的时阵袂记通知吼，这嘛毋是老大人的错误吼。只要讲徛伫对方的立场去想一下。这代志就好解决啦，所以其实咱甲人中间拢是安尼，咱若会当徛伫对方的立场加想看，就是咧也好整，好整的结果了吼，咱有时阵咱拢会拄着一个问题来讲吼，我若常常去徛对方的立场想吼，安尼互我的权益受损啦，会互我吃亏。其实吼，无需要我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讲，咱若会当吼，因为家己食一点仔亏，互家中和谐，安尼咱家己是占上介大的便宜，对无？因为家庭是咱每一天生活的所在，如果这个所在吵吵闹闹吼，家庭变战场，安尼你活踮伫迄个所在，你嘛袂快乐。咱的眼界来放较大的。咱的生活会较快乐淡薄啊！有真侪大家总是会认为讲，我即马我做新妇的时阵吼，哪有像你即马遐尼好命？真侪大家拢安尼想对无？我做新妇的时阵吼，人讲做人的新妇就知道理对无？晚晚去困就早早起，无想到今日即摆新妇安尼困甲人准备食中昼还才起来吼。我做新妇的时阵，较无亲像你较好命吼。其实咱若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你的新妇甲你的囝好命吼，安尼家己咪做面子所以其实就是讲，咱会当徛踮伫对方的立场加想看会当食一点仔亏，牺牲家己的利益结果咱就是也好整，将来结好果子这咱对纳尔比甲罗德。中间会当学习的。第二项吼，咱去继续来看，咱来看经文中间吼，显出吼因中间迄种亲密的关系。咱来看14节吼，罗德讲吼，我唔甘离开啊，意思是讲吼，我来牵条条，我已经甲你连条啊，我已经甲你分袂开啊，我已经甲你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无法度拆开啊，16节吼，讲请你唔通叫我离开你，这离开用的吼，这是人甲人咧拍契约的时阵所使用的，就是讲切断关系。意思讲，我无可能甲你切断关系啦，我已经甲你拍好的契约啊，然后咱看17节，这讲了个互感动，讲罗德安尼告白讲，你死伫倒位，我也要死伫遐，葬伫遐，除了死以外。任何代志拢袂当互咱分开。若是我违背誓约，愿上帝当处罚我。这是种咒诅的咒詛呢，表示讲罗德伊的决心啦。所以咱看起来吼，这罗德甲先甲伊大家有种真亲密的迄个关系，这是一种约的关系表达出来。讲我已经甲你的家族。定契约啊，我无可能毁约，我无可能毁约。
所以这段经文中间，咱深深体验到一点吼，婚姻毋是单单是两个人的结合，其实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罗德的婚约虽然是甲伊的丈夫定的，但是通过伊家己的个别，伊知影，伊真清楚表明，这个约是甲整个的家庭，包含伊的先生，包含伊的大家大官做伙定的。伊明白，真的疼是一种永远的约，已经规个人献身予这个家庭。所以现代人咧结婚的时阵吼，咱真正爱去学习啦，哦。咱现代人吼，迄个个人主义吼，真兴盛吼，所以常常有一寡新人要结合的时阵，拢会讲，我爱的是你哦，我无爱恁兜的人哦，吼。其实若安尼想吼，这婚姻一定会出问题。牧师咧证婚的时阵，拢会用迄个誓约来帮助新人离表吼。大家敢会记牧师安怎讲？牧师讲，上帝互你活伫世间，你着常常用温柔端正的行为照顾你的某，会讲照顾你的翁，敬听伊，独甲伊三甲徛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而且尊重伊的家族，做你的家族，将心尽力做丈夫，也是做家后的本分。你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敢有愿意安尼做？大家嘛拢讲愿意，吼。其实吼，这誓约吼，爱迄亲家亲母拢起来誓约啦，安尼较袂发生问题啊。吼，这是两个家族的合婚呐。吼，咱有这个观念，亲像纳尔米甲罗德迄个中间的迄个关系，已经是命运的共同体，无法度拆离啊。这款的誓约，才会互迄个婚姻坚定啊。互迄个大家新妇中间的关系嘛坚定。最后咱来看吼，这个故事虽然还未看到结尾，但是咱知影，纳尔米甲罗德因这个大家新妇面对这困难苦难的时阵，帮助因呢就是疼，包含因彼此中间的疼，包含后来咱看亲族中间的疼，阁有来自上帝的疼。上帝美好的安排，到尾这个本来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到尾变做一个喜剧，欢喜的故事。因为真的疼会当超越过苦难，伫无边的苦海中间，互人会当得到救赎，会当翻转咱的生命，就是疼。亲爱兄弟姊妹，这个世间若失去疼，人拢无法度活了完全。但咱拥有疼的时阵，检测咱拄着较大的困难，拢会当超越。咱对这对大家新妇中间的疼，看到真爱的本质，真的爱会当超越过苦难。咱今日生活伫一个苦难的世界，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明白天父所带来的疼。特别咱等下要共修圣餐，要甲主同坐道。这就是一个疼的记号。咱知咱拢是有罪人，面对咱的罪，面对审判，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因为天父上帝的疼，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互咱得到拯救。这种疼超越过人的罪性，超越过这世间所有的困难。所以当咱咧共修圣餐的时阵，咱搁一遍。思考主耶稣基督甲咱中间的关系，阁无偌久，咱就要进入这受难的节期。咱这段时间要特别去思考，疼为咱带来什么款的影响？愿上帝拢互咱会当甲人中间充满对上帝遐来的疼。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透过今仔日纳尔米甲罗德中间。迄种袂当分开的疼，迄种坚定的疼，互阮学习安怎建立甲别人中间的关系。主啊，恳求你赏赐阮丰盛的疼心，互阮伫教会中间、伫团契中间、伫小组中间、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伫阮的家庭内底，
拢会当用即款的疼彼此相款待。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即马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疼。新圣诗357首，新圣诗357首伫酒部内面第4啊。主，你真饼为阮来背，请会众起立来吟。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地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成人洗礼，或者是坚信礼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齐道，享受主的圣餐。现在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建立归义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建立着无法打动打，就像我要互恁安息。伊安尼讲，要喙打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三甲伫咧。所听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书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作者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的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逐生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按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
主，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的圣白碗，也圣白者的摆咧伫你的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的生命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来荣耀你的圣名。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用恭敬的心伸出双手，小会员的将饼放伫你的手中。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摕到这个杯，咱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孝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也互阮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的时，求你欢喜感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性命。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接续要用奉献来接续咱的敬拜。会众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这阿爸爸上帝，你极大的恩典，互有教养的日常，互阮每工用感恩的心来做别人的帮衬。阮怎啊要用阮的才能、时间、甲淡薄的金钱献予主，由主来做圣工的路用，求主感纳。阮的祈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
会长请坐。今下要来报告，掀开周报第5页，倒边下骹本会消息第1点，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教会学校纪念主日，请兄弟大家来关心总会属下的淡江高中、真理大学、马街护专、马街医学院等等校务教学以及学生的信用加学习。留完第5页第4点，4月14礼拜四暗时7点半，伫本堂10楼礼拜堂有纪念耶稣上尾暗餐礼拜，请大家准备心来参加。礼拜中特别要为着乌克兰的奉献，请兄弟有备心参加，甲主同齐道。咱掀开第8页，第8页遐有一个重点是2022青少年的宴会，若线上报名了，请爱到教会109号分堂爱去办理交费用。第9页的面顶专题讲座，4月7日第3场礼拜结束12点半，开始伫10楼礼拜堂有前副总统陈建仁院士来分享时间，请有议员的来用团契来小组来报名。第9页有一个重点是双年大学校外教学的4月初8这个行程因为疫情的关系，即卖是取消请大家莫来集合。其他的消息，请大家来看周报。今仔接续，请蔡牧师来祝福车庆加欢迎来宾。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伫咱这个时阵要来为着咱的中保大道服侍者来做祝福车庆礼。请咱伫这第3堂。咱的礼拜中间有参与中保大道事工，这大道者，请来到头前，请来到头前。向头前哈。你要真做教会所祝福车派的中保大道者，请恁着照恁心中所意爱回答牧师所问恁的问题。恁甲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车派，献身伫中保大道事工，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你有愿意安尼做无？恁甲愿意彻底遵守中保大道恁甲上帝约束的时间，而且伫这段时间中间愿意忠心参与服侍，你有愿意无？恁甲愿意遵守伫基督教内底为着教会事工，就是各人的大道事项，只有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的大道事项以外，所有大道的内容必须要所有人保密。你有愿意安尼做无？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中保大道服侍者，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互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好，请您向后转，哈，咱鼓掌，咱鼓励者。当时咱买当做来参悟吼，就是讲你若知影有啥物人，还是讲你本身需要祈祷诶人，还是事工吼，你拢会当写代祷卡落入去咱的代祷箱内底咱的这代祷的同工就替咱来服侍，也常常为着这个同工来祈祷吼。好，多谢，请您回座吼。这个时阵牧师要来介绍，今日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新朋友，叫一位陈玉纯姐妹，甲伊的朋友，毋知坐伫倒，伫遮哈，咱欢迎因哈。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请这贵宾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另外，牧师要大家补充报告，咱最近有真侪这活动，特别咱接续就是要进入这受难周的节期。咱伫14号，咱特别有一个受难周的这个最后晚餐的一个聚会。这边咱是会开放予所有的人，包含大人囡仔，因为咱毋是要用圣餐，咱是甲主动坐倒来孝念主要所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所以咱会用毋用圣餐的形式，咱是用甲主动坐倒的形式。欢迎大家做伙来参与，共同来纪念主要所基督为咱受苦的这个救赎。所以牧师大家补充报告请大家会当注意这个事，多谢。咱即摆要来吟上言510首，阿老天顶主宰，请会众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谢阮强受差遣。